藏族文学史里的神话故事《青稞种子的来历》中曾记载，有一名叫阿处的王子从蛇王那里盗来青稞种子，结果被蛇王发现，把他变成一只狗。后来一个大土司的女儿爱上了他，他又恢复了人身。他们辛勤播种和耕耘青稞，吃上了青稞磨成的糌粑和醇香的青稞酒。人们以示感激狗给人们带来了青稞种子。每到年30晚上，家家户户都要把过年的食品错、饼子、油炸果子、肉、酥油、奶渣、干桃等食物摆在盘里，放在院子中央，呼唤狗来吃。好期待啊！我们的主人公甲猪终于出现了，看它发光闪亮的眼睛，跃跃欲试的步态，肯定是要饱餐一顿了。当地人认为啊，狗吃什么不吃什么都是受神的指使，都会预示来年的年景，因此全家人都诚惶诚恐地注视着狗的每一个举动，唯恐得罪它。吃了错或饼子就是粮食丰收，吃了奶渣和酥油照是木业兴旺，吃了干桃则是全家幸福安康。既然是过年呢，不光人要打扮得漂亮，狗也要装饰一下。甲猪虽然看不见自己抹上酥油这种特殊化妆品是什么样子，但我想它心里也一定是美滋滋的。